若是身处喜受顺应，温良温室营中，不变气象，亦令心静心安，修得不动。哦，定力是修，静力是心心保卫的骨干。这个保卫呢，保卫就是咱一个声保共款。这个声保加强呢，咱愈安全。这个声保的这个骨干若无坚强呢，咱愈袂安全。较简单的定义就是安。毋过这个声保在咱的对心脑来讲呢，定义若安尼，咱的心和咱的心就愈安全。所以，当一个有定力
知知，就是咧亲手实验无，伊的关键伫对，伊的